李欢，你别以为朕宠着你，你就可以恃宠而骄。你竟然敢矫诏给了索额图一道假圣旨！我就知道奴婢这点江湖小把戏，肯定瞒不了英明的皇上了。是不是索额图跟刑部的人发现那道圣旨是假的，要杀刘德昭全族啊？要是发现了，你还能在这儿？早就进天牢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氏一族老少全都安然无恙了？李欢，你是真傻还是假聪明？你知不知道，矫诏也是欺君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这件事情要是让文武百官、太皇太后、后宫的嫔妃，甚至任何一个宫里的人知道，你就算有100颗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奴婢矫诏的确不对，可是皇上，滥杀无辜、大开杀戒，难道就是对的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悔改，反过来指责朕滥杀无辜，你是不是以为朕真的不敢诛你九族？奴婢根本没错，错的是皇上。反正奴婢的族人早已流散四方，根本找不到我。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如果皇上真的气不过的话，那就砍了奴婢的脑袋吧。奴婢绝不皱一下眉头，用奴婢的1颗人头换600多颗人头，值了。好，真英雄啊！那朕今天就拿你这颗脑袋去换刘氏600多颗人头。来人，传索额图。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皇上这么多年都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是不是因为世庶姑娘？除了她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索额图到了吗？还不快给人滚进来！这。皇上吉祥。索额图，把李易欢推出午门斩了。啊！世庶姑娘犯了什么事儿？皇上要砍她的头啊？总之是砍头的大罪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还不快去！皇上息怒，皇上三思。你啰嗦那么多干嘛？啊！朕让你去就去。这，把头砍了，我看你还逞什么英雄！走吧，世庶姑娘。索大人。皇上真的要处斩世庶姑娘？皇上是这么吩咐的。皇上虽然是这么吩咐的，但是咱家斗胆建议索大人，暂缓行刑。索大人也是聪明之人，应该明白咱家的意思。行了，多谢李公公了，你说的我心里都有数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你为什么不问皇上为什么大发雷霆，要砍我头啊？我是不敢问，也不想问呐。在这宫里头，事儿知道的越少，越安全。皇上不会真砍我头吧？哎，姑娘啊，这次山西之行，我心里看得很清楚。皇上心里对姑娘那是非常看重。姑娘啊，
可不比其他人呐。如果今天我真的犯糊涂砍了你的头，那接下来皇上就该来砍我的脑袋了。那姑娘放心，咱们呢就这样慢慢的溜达，说不定我们还没有溜达到午门，皇上就派人下旨要来赦免你了。索大人，前面就是午门了，这皇上万一还不派人来赦免我怎么办啊？那我可就只能执行圣旨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您真的要砍我头了？万一您真砍了我，皇上又后悔了呢？我说了要执行圣旨，可是执行圣旨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啊。要砍你的头，那得有刽子手吧？这刽子手从住的地方走到午门去，他需要时间吧？啊，刽子手来了以后，那得先磨刀吧？这刀磨好了，送你上路，得给你吃口上路饭吧？饭做得了，给你端上来，你是一勺一勺的吃呢，还是一粒一粒的吃呢？总之，我是不催你的。那如果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派人来赦免我呢？哎，这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有派人来赦免你，但是他也没派人来催问，那咱们就还有办法可想啊。奴才这就去。这刀都磨了一下午了，会不会磨断了呀？没关系啊，这把刀磨坏了，咱们换一把刀，接着磨呀。来，快吃吃，啊，嘿嘿嘿，多吃点。皇上，你消消气儿啊，喝杯茶消消气儿。这谁沏的茶？怎么那么难喝？是奴才的徒弟小德子沏的。你怎么教徒弟的？连个茶都不会沏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皇上的茶通常都是世淑姑娘给您沏的，小德子他一时半会儿掌握不好火候，求皇上您饶了他这回。哎呦，皇上，哎呦，皇上，你的福啊！你还知道啊？你还知道朕离不开那个小丫头？那刚才朕要砍他脑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替他求个情啊？啊！朕在这急得团团转啊！你个老东西，一声都不吭你！哎，你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这点眼力劲都没有啊！不，皇上，我这不是想让您冷静冷静再说吗？那奴才现在求情来得及吗？哎呦，索大人不会现在把宜欢姑娘的头都砍下来了吧？索图要是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，那朕真是白疼他了。啊！难怪皇上让索大人来执行圣旨呢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挺机灵。哎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吗？哎，知道。还不快去！哎，奴才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。哎，皇上息怒啊，皇上息怒。
信倒是不少，这面的针脚好多了。索大人，你说皇上不会真想杀我吧？这样跟你说吧，这俗话说得好，天威难测。哎，没事啊，赶紧吃吧啊！我就知道，不能相信皇上的话。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永远不会砍我头呢，没有想到言犹在耳，现在就要砍我头了。呸！哎，索大人，喏，说着人来了。索大人，哎，李公公啊，皇上有旨，把李易欢带回永乐斋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奴才遵旨。李公公，皇上不生我气了？那还用说，本来皇上是龙颜大怒，是我拼了性命不要，在皇上面前苦苦求情啊，皇上才让我把你送回去。姑娘，你再回去以后，可不能再忤逆龙鳞了。姑娘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谢谢李公公。哎，那行了，那咱们就走着。皇上，世淑姑娘这一路上都悔恨不已啊，她恨不能要以死谢罪。皇上，我看得出来，世淑姑娘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您就饶了世淑姑娘这一回吧。既然她已经知道错了，那朕就先留下她这颗脑袋。皇上圣明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朕要好好亲自审问他。这起来吧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，奴婢擅自矫诏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可是那日在御花园，皇上以龙三的身份跟奴婢一结金兰，还对着月亮发过誓。皇上跟奴婢相差1岁，同月同日不同年生，但愿将来要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如果今天皇上砍了奴婢的脑袋，难道皇上要陪着奴婢一起去吗？你还敢提那档子事儿？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无法无天的吧？可是你别忘了，那日在刑场，你可说过要跟朕断绝结拜情谊的。那次不算，那次是以为奴婢要被砍头了，不能连累皇上跟奴婢同生共死，所以才狠心说要断绝关系。皇上明明都知道，这是奴婢用心良苦，为何现在用这些话来堵奴婢的嘴啊？你少装委屈！刚才一副豪气冲天，要偷一颗要命一条的样子，现在在这儿装什么怂包呢？奴婢没装怂包，奴婢是真的委屈。皇上金口玉言发下结拜的誓言，难道奴婢说断绝兄弟之情，就真的能断绝吗？朕明白了，你就是算准了朕不舍得砍你这颗脑袋，所以就如此胆大妄为是吧？奴婢无依无靠、无权无势的，唯一能赌的，也就是皇上的舍不得。难道奴婢错了吗？皇上真的能舍得吗？皇上，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候的情景吗？人们都说朝廷无道，民不聊生，可为何京城是如此的繁华呀？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，让一让，让开！
们犯了什么罪啊？那车上还有婴儿呢，也要被砍头。他们可是前明的余孽，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，这都是特等的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当今皇上这么残暴，诛九族，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。哎，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，极其恐怖啊？那个时候，奴婢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老成大器的少年，就是当今的皇上。可那个时候的皇上对鳌拜动不动就诛人九族的暴行亦是十分不满。可为何如今，皇上也要动不动就诛人九族呢？你怎么能拿这个跟鳌拜比呢？鳌拜杀的那些犯人有多冤枉？刘德昭难道也冤枉吗？杀刘德昭不冤，可是刘氏一族也有毫不知情的老人跟妇人，还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啊，他们何罪之有？皇上，奴婢并非恃宠而骄，也没有干政的野心，奴婢只是不想看着皇上的刑罚变得如此严苛。如果说奴婢矫诏冒犯了龙威，那当时在山西呢，皇上冒险抢劫官银官粮的时候，难道也是有意挑衅皇权吗？皇上还不是出于一点点人心，怕更多的无辜老百姓饿死吗？你少在这花言巧语。朕今日虽然不杀你，但是必须要罚你，要不然指不定日后你还会闯下什么了不得的大祸。来人啊！奴才在。李欢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把他拖下去，重打40大板。皇上，世淑姑娘好不容易才九死一生逃了回来，她的脚伤刚刚好。世淑姑娘身子弱，这40大板她可经受不起啊！求皇上开恩，饶了世淑姑娘吧。老东西，这会儿你知道求情了？你会错圣意了，还不快去！这……慢着！皇上，您还有何吩咐？不用把人拖到掌心太监那儿，让人把板子拿到永乐斋来。这……皇上，你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啊？要不然呢？那日奴婢不知天高地厚的打了皇上一巴掌，太皇太后要罚奴婢手板，当时还是皇上跟奴婢一起作弊，逃过了惩罚。难道今天皇上真的要惩罚奴婢吗？朕上一次就不应该帮你，你若是受过一次罚，只怕就会懂得收敛，也不会犯下今日这等大罪。好，只要能让皇上出气，奴婢愿意受罚。奴婢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要打您赶紧打吧，我这跪的腿也疼了，腰也酸了，连脖子都僵了。这老东西拿个板菜拿这么久。
你们都下去吧，这要亲自罚。这。皇上，您真的要打奴婢啊？不然呢？这一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，你都要上房揭瓦了。君无戏言，这是你自己说过的。过来，趴下。好吧，不就挨几下板子吗？打就打。皇上，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？您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假打行吗？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？不如啊，你给朕认个错，跟朕重新续个大小，让朕做老大，你做小弟，那朕就饶了你。不行，我从小都是老小，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打吧。行，那你就好好忍着，别鬼哭狼嚎的啊！绝对不出一声。我真打了！啊！我说呢，平日里你蹭破点皮就哼哼唧唧的，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原来有这个东西！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，奴才被打的时候，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？还给我！你趴下，板子还没打呢。皇上，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？皇上，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，您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，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？能不能打个折呀？半折、对折，20下。不行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那要不然就4折15下。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？4折16。皇上英明，16下，那我们就决定了，就打我16下。谢谢皇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给朕下套啊？我告诉你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您看是这样的，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，我是个女孩啊，半个月都起不来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多难看。要不然换个地方打。也是，真把你屁股打坏了，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，朕这也没人伺候。行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开恩。这个屁股打不了，手总打得了吧？把手伸出来。皇上，你干嘛呀？又要打我呀？行了，别废话，把手伸出来。我不。右手要做事，左手，快！疼死我了！你可是真英雄啊，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。奴婢是假英雄，真怂包。如果皇上行的话，你试试，你不叫我就服你。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？之前皇上说刘德章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，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。刘德章虽然欺上瞒下、贪赃枉法，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，他对他女人很好的。你又不是朕的女人，为什么这样护着你？还是说，你愿意做朕的女人？说呀，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。皇上还是继续打吧，奴婢绝对不出一声。
哭就哭出来了，别憋着，装什么英雄？奴婢不想装英雄，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。皇上，您这是不打了呀，还是改日再打呀？把手伸出来，给朕看看。怎么这么娇气？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或者你试试，也疼。老大，不是朕想打你。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，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。真要做出什么事情，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，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。都疼死了。好了，老大，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。还丑呢！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。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你赔我，你赔我！好了好了，打几下手也哭。这个世上，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还真赖上朕了。打了人就想跑啊？去给你拿药啊。把手伸出来。还疼吗，老大？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看你长得丑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疼。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，朕的心里有数，别撒娇了啊！不是手疼，是头好疼。哎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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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一欢怎么还醒不过来啊？是淑姑娘，这头疼的毛病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，微臣无能啊！一群没用的东西！朕就问你，他这个病严不严重？朕要听实话。此病十分罕见，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。若是一欢姑娘能醒过来，便能逢凶化吉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他还有醒不过来的可能。过了今晚，如果明天一欢姑娘还没醒，恐怕就怎么样？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让你们太医院去会诊！你们听好了，他今天要是出什么事，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！滚！这药呢？还没加好啊！快给他喂上。快，欢儿，朕以后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啊！哎呀，
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。喂，接着喂！哎呀！喝呀！行了，走，不要给我。是。花儿，来，喝点药好不好？来，花儿。老大，别睡了。好。其实朕知道，你不信我，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，对吧？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边满是怒火。但是现在，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以来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了。真的不能没有。要是没了你的话，朕只是一个帝王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朕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言。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，只要你醒。你醒醒吧，别睡。能否代他伤的心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。献上我纯真的祝福，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百世的光速。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献上我纯真的祝福，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世的光速，绽放半世的光速。
龙小弟，老大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真不是在做梦吧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，真的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朕啊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？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呀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矫诏，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！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朕就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，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，就躲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哼，怪不得你的技艺杂而不精，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。在家有猪哥哥，在外有龙小弟，我干嘛还要学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活蹦乱跳，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，真好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。可是我身不由己啊。你呀，真是要把朕给吃穷了。现在可以喝药了吧？哦，快点儿！哎呀，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？那你小时候病发，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很简单啊，捏住我的鼻子，使劲往里灌呗。这个办法好，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。但是，我喝进去以后，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，因为药实在太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到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到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你怎么了？
我就是在想，我有猪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猪哥哥现在在电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了，你一定会很失望，很伤。哎呀！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。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我得有点回报啊。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。不丑，我绣的是2个人。2个人？嗯。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2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不丑，不丑。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1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1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师傅，太子没有怀疑到你吧？大师兄，他很信任我，没有对我起疑心。你悄悄给王爷发了一封密信，说康熙只喜欢奕欢，不喜欢你，所以你要终止任务，离开紫禁城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受几位师傅厚恩，和大师兄、小师妹感情很好。现在让我处处算计他们，我心里……这是王爷给你的答案。什么？杀死奕欢？王爷说了，康熙他虽然不能像疼爱李奕欢那样疼爱你，但是对你还是敬爱有加的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最得圣宠的，除了李奕欢就是你了。所以，一定要除掉李奕欢这个绊脚石，康熙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和李奕欢的关系很好，以姐妹相称。所以，只要李奕欢一死，康熙越是忘不了他，越是放不下对他的旧情，他对你就会越好。我做不到，师傅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师傅，我求求你，去求求王爷，收回成命吧，师傅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
离复仇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我怎么可能会半途而废，让你离开？可是，小师妹，她是无辜的。师父，您也是看着小师妹长大的，您不能这么狠心啊，师父。秦城，我也不想看着她死。可是王爷既然已经下了命令，你就必须得杀了他。这大仇未报，我不得不狠心。可是小师妹，她跟我们梅花门的大仇是没有关系的，她是无辜的。我们这么对她是不公平的，师父。那我们梅花门500多条人命，都命丧于朱明王朝之手，500多条人命啊！他们难道就不无辜吗？命运何尝对他们公平过？那他们的血债又找谁来还？师父，可是，师父，不要再说了。清城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全家几十口人，不都死在朱明王朝的铁骑之手吗？为了给你的家人，还有我梅花门报仇，现在只能牺牲易欢了。对了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弟弟还在王爷的手中，如果你不杀死易欢，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保你弟弟的命，还是易欢的命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弟弟，这是救命丹，化在酒中，喝下后1刻钟内必死。没有解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来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许久啊，没能来你这永和宫，今日刚好得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你。谢皇上挂心，妾身一切安好。好就好，坐吧。皇上前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，今日面露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还不是易欢那个丫头，前些日子和朕赌气，朕是骂也骂不得，罚也罚不得，心里着实郁闷。还好，昨日转了性子，和朕和好如初了。易欢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不懂事，皇上多担待。朕就喜欢你这个淡泊体贴的性子。这后宫之中啊，也就是你，不会是易欢为敌了。朕为了不让易欢惹麻烦，一直不让别的嫔妃去她的永乐斋，也不让她去别的嫔妃宫里。朕自己啊，也没时间陪她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妾身遵旨。哦，对了，刘德昭等人已经全部出斩了，可惜裘贵逃走了。朕已命新的山西巡抚继续抓捕裘贵，等抓到了裘贵，朕就把他送到你爹的坟前处决，也算是为你报了大仇。多谢皇上，妾身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等你爹百日继辰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生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，也好安慰你爹的在天之灵了。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
太皇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。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，隐忍不发。懿欢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什么样受宠的嫔妃我没有见过呀？但最终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下场凄惨呐。多谢叔父提醒，我知道的。等我找到铜匣以后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如此最好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你跟你哥哥还是及早抽身才是上策。对了，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把那大补丸的解药给我。放心吧，叔父，没准儿我们走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研制出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了。不过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铜匣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懿欢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在这个宫里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，叔父有话直说吧。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去调包铜匣，那是绝无可能。若是这宫里的人，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？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起眼的铜匣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所以，调包铜匣之人必定知道这个铜匣的秘密。可是，在这深宫之中知道铜匣秘密的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懿欢，你们兄妹在这宫中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？他们会不会知道铜匣的秘密？如果有，那调包之人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？你先慢慢想，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后跟皇上了。真是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懿欢，谁？哎，懿欢，懿欢，快去救大师兄啊！快啊！难道是雪姐姐？可是，雪姐姐，我用这个狗尾巴草给你编个小花篮吧。好啊。你怎么了，雪姐姐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在担心猪哥哥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这次呢，6位师傅集体出动去协助猪哥哥完成任务，一定非常顺利的。不是啊，我不是在担心大师兄，是昨天皇上来永和宫看我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等书剑100日继承一过，就要真的临幸我，让我给他生龙子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，雪姐姐？只要我继续留在宫里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，躲不过。现在只能希望能够在书剑100日继承之前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，这样我就能出宫了。雪姐姐深爱着猪哥哥，如果铜匣在她手上，她肯定宁可马上撤离，也不会接受康熙的临幸。但若不是她，难道是六师傅？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坐下吧。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。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你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了，宫里人知道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六师傅一直都很疼爱雪姐姐和我，对猪哥哥也很爱护。他干嘛要偷走铜匣呢？难道他就是鳌拜派遣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？你们先退下吧，我和世淑姑娘说些私房话。是。雪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我爹跟猪哥哥他们有消息了？不是，
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。是咱们俩姐妹啊，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喝酒了，所以今天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快尝尝。有狮子头哎。吃一块你最爱吃的狮子头。谢谢薛姐姐。红烧的。薛姐姐下厨，那手艺自然不用说啦，肯定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好吃，就这个味道。薛姐姐，从小到大，你跟诸位师兄师姐老是这样宠着我，会把我宠坏的。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不是生在这个朝代更迭的时代，而是生在太平盛世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生在什么时代啊，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和大师兄永远留在明珠谷，春天赏花，秋天赏月，男耕女织，不管外面是什么朝代，就这么一辈子与世无争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薛姐姐，你今天好多愁善感啊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很怀念咱们在明珠谷的时光，想念我们的小伙伴了。如今就咱们两个在宫里，今天的月色又这么美，咱们俩呀，好好的喝酒，赏赏月。来，今晚咱们多喝几杯。今天皇上又来看我了，我看得出皇上今天的心情啊很好。前些天你跟他冷战，皇上也整日愁眉苦脸的。这宫里上下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惹到皇上。看来能让他如此伤心的也只有你一个了。薛姐姐，能不能别跟我提皇上啊？你也跟我提他，我心里就乱糟糟的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你提。今天我叫你过来也是要劝劝你，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，和大清的皇帝势不两立，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等我们找到铜匣以后，我们就撤出紫禁城了，那个时候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薛姐姐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等朱哥哥回来，能不能别把这2天我跟康熙的事儿告诉他呀？大师兄那么深爱你，我跟他说这些不是故意伤他的心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小师妹，你和大师兄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，好好待他吧，放下康熙。我一直在努力放下他。可是薛姐姐，你心里可曾放下过朱哥哥？快了，很快就要彻底放下他了。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命运，那就试着去接受它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发现大师兄的好，你也会爱上他的。跳！薛姐姐，快过来看啊！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还真是啊。都说15的月亮16圆，今天真是格外的圆。
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再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薛姐姐，今天李公公来找我了，告诉了我关于童霞的重要线索。我相信没有多久，我就能找到通唤童霞的人了。哦，有线索了。那这个人他也在皇宫里吗？这个人不光在皇宫里，而且是我们彼此特别熟知的一个人。是谁呀？薛姐姐觉得他应该是谁呢？其实我很早开始就怀疑过他，只不过我拒绝去深想，直到今日，我都不忍心怀疑是他。小师妹，今日我叫你过来，也是要告诉你关于童霞的线索。那薛姐姐先讲吧。小师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特别羡慕你，你的亲爹靖王疼爱你，师长们宠着你，师兄师姐也都护着你，更有大师兄那么深爱着你，你真的好幸福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我好幸福啊。可是我好害怕，我的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假象，会有人来打破它。不会的，你生来命就好。姐姐祝福你，要永远幸福。谢谢薛姐姐。不过，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幸福，我希望我们姐妹两个都可以幸福。会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其实，在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，我和大师兄最是同病相怜。我们都是从小父母双亡，又都肩负着非常沉重的责任，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。小师妹，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，好好对待大师兄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也别让他伤心，别让他失去这最后一份支撑。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来者何人？请。李太医，师叔姑娘呢？丽妃娘娘和师叔姑娘在永和宫喝酒呢。徐姐姐，你哭了。我是感动的，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，没事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徐姐姐，你现在可以说出童霞的事儿了吧？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
大师兄，朱哥哥，红梅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欢梅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，还有倾城。雪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铜匣，上交给吴三桂了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。把解药交出来！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朱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杀了我，替她报仇。雪姐姐，如果奕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祝你们幸福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大师兄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你看就都明白了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望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。倾城，倾城，选择躲在我的回忆里祝福，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起了雾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。我雪家有70余口人，都命丧明军铁骑。今我与小弟2人幸免于难，被师父收养。师父带我入明珠谷时，将小弟送往了平西王府，换走铜匣，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报信，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平西王要我杀了小师妹，我不忍下手，又不敢抗命。思来想去，唯一之法就是我来饮下毒酒，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我乃吴三桂奸细之事。那么，我就不是抗命，而是身份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小弟的命方可保全。而我之死，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进一步的宠幸，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，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谊的一点小小的报答。倾城身世凄凉，但在明珠谷中一段岁月，是倾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，
倾城不枉此生。你们大婚那一天，我是等不到了。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，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。倾城绝壁。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，她对你爱的那么深，又那么卑微，临死才敢说出来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你醒了。你醒了，倾城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没死呢，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。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。那杯毒酒啊，被我给换了。什么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，在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度日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？其实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壶，跟宫里平时的壶长得不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个壶啊，叫做鸳鸯壶，它的壶盖上镶着2块宝石，其中一块是绿的，有一块是红的，分别控制着壶里的2种酒，一个是有毒的，一个是没有毒的。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毒酒；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毒的酒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壶，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壶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其实，早在童霞被调包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，只是一闪念而已。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雪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。但就算在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，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，当我看到这个鸳鸯壶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你看到鸳鸯壶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亲如姐妹的雪姐姐你，忍不忍心下手？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们2个之间的情谊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雪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可是，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。看吧，这是杯子对吧？嗯。杯子呢？哎，刚才还在你手里，
你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在你身上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易欢的武功跟暗器，样样学得杂而不精，唯独这轻功跟江湖杂耍之术，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薛姐姐，当师傅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，我呢，就在明珠谷跟那些杂耍师傅们练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，所以我才会这些啊。不过，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铜匣，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。对了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找到铜匣。你是不是把铜匣交给六师傅，让他交给吴三桂了？不，我没有。吴三桂此人凶残狠毒，如果把铜匣给他及其3把金钥匙，找到宝藏，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一定不是好事。谢谢你，倾城。大师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脸再面对你们了。小师妹，你不该救我，就像我信上所说，把我揭发给康熙，让我以死谢罪吧。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永远都是亲人。薛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，你没有杀了我，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给救出来。倾城，相信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谢谢你们。